喂，各位廢佬廢噏嘅老友記，今次真係要大鑼大鼓同大家講單震撼消息。香港藥房士多就快俾淘寶拼多多打到落花流水，一支洗衣液竟然可以拆穿成個零售業末日。等廢佬同大家深入吹水。話說最近有單新聞真係嚇死人，深水埗開咗20年嘅藥房阿哥同我哋吐苦水，話3個月之內生意跌咗3-4成。你知唔知最諷刺係咩？連廁紙、洗衣液呢啲救命必需品，而家個個都攤喺屋企用手機買，仲要平過你落街買嘅。嗱，個老闆話呢，而家啲客連一支股油都上淘寶買嘅。我啲貨擺到過期都冇人要啊！最離譜啊係拼多多出咗個1蚊包郵殺手鐧，即係話你買支5毫子嘅洗衣液呢，都可以免運費送到香港自提點啊！廢佬，我即刻撳機計個數，同一支洗衣液香港賣5蚊，淘寶竟然可以平到4蚊人仔，仲要免運費。唔怪長沙灣呢，有間士多女店主啊，慘情到話生意比疫情前暴跌60成，真係陰公咯！咁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只係平幾蚊咁簡單咯。內地電商其實出緊3招絕世武功，第一招免運費武器化，第二招供應商價格壓榨，第三招大數據讀心術。佢哋用超級電腦同你玩動態定價，你撳多2撳手機，個 app 已經知道你心喐喐想買咩啦，然後彈個順手買一件出嚟，真係恐怖過你阿媽知你心嗰句。等我廢佬咧用個貼地咧，比如而家香港零售商咧就好似拎住個算盤啦，同人哋部超級電腦打交。人哋淘寶個算法犀利到咧，你睇多2眼個廚房級盤，佢即刻推10款省位神器俾你，搞到你最後買咗成堆無謂嘢返屋企。個個香港人呢都變咗撳手機喪買症候群，連等咖啡沖好嘅3分鐘都可以完成3單交易。根據舊年數據呢，香港有成超過70%人用淘寶，4大購物區吉鋪率升到9.5成。最慘係元朗、上水呢啲邊境地區，鋪位空置率快過核心區。有老友同我講笑話，而家北上消費嘅香港人多過落街買餸嘅師奶啊！講到尾啦，廢佬覺得最諷刺係有立法會議員呢，仲喺度嗌轉型做鐵板燒呢啲離地建議。大佬啊，而家係消費模式革命啊，唔係叫你個茶餐廳轉菜式。與其叫人轉型，不如諗下點樣幫小商戶搭上電商條船啦。你哋又點睇今次電商大戰呢？留言話我知你今個月淘咗幾多錢貨，記住 like 完 share 俾開藥房嘅親戚睇啊！